大家好，我係新宇，歡迎大家收聽收睇新宇說事。今日我想同大家討論一個近排都比較熱門嘅話題，就係香港 DSE 或者 IB 嘅狀元，多數都揀讀醫嘅。自從 DSE 放榜以嚟，有24個狀元，20個都揀讀醫。似乎香港嘅高材生都會選擇讀醫科，而呢個話題近來亦都引起大家嘅討論，所以今日呢，我都希望喺呢度同大家講一講呢一個問題。大部分人嘅狀元選擇讀醫，呢個現象其實都存在咗幾耐㗎啦，係由以前會考嘅年代到依家 DSE， 大部分嘅狀元，或者咁講啦，成績好嘅同學都會揀讀醫，希望將來能夠做醫生。對於呢樣嘢呢，我個人認為啊，一個學生佢選擇讀醫，希望成為醫生，係一個我可以理解嘅選擇，因為做醫生喺社會有一種比較高尚嘅形象啦，而且人工高，收入穩定，無可否認係一個比較吸引嘅職業。當然啦，再加上媒體啊、社會嘅氛圍、身邊嘅老師啊、同學啊，同埋家長、親戚、朋友嘅認可，都好大程度去促使一個18歲嘅學生好容易去選擇一條既穩定又得到社會認同嘅職業嘅路向。不過，如果從整體社會嘅角度嚟睇呢，香港呢種狀元都過度集中去選擇一個單一嘅學科，從事一個單一嘅職業嘅社會現象呢，無可否認係一個嚴重嘅問題，係一個應該要得到正視同埋修正嘅社會問題。曾經香港呢，頂流嘅職業有3 C 嘅，係咩啊？醫師、律師、會計師。但係隨住時代嘅變遷呢，律師同埋會計師嘅職業光譜呢已經大為失色㗎啦，唔再係狀元尖子嘅目標啊。3 C 呢，似乎呢就只剩返醫師，仲係眾多讀得書嘅狀元尖子呢，升學幾乎係唯一嘅選擇。喺呢度呢，我嘗試好簡單咁分析下其原因啦，可以大概話有4點嘅。第一，香港近年嚟嘅經濟發展可以話係極度萎縮，產業趨於單一化，金融業仲有發展，但係呢，面對其他城市嘅競爭，仲有中美地緣政治博弈，可以話係睇唔到去路，而後有追兵，令到好多嘅年輕人喺強烈嘅不確定性之下卻步。當百業不興下，對於律師啊、會計師嘅需求自然都大不如前啦。但淨係呢，人嘅生老病死呢，大致上呢就唔受大環境嘅影響嘅，所以醫療需求呢就不至於受到時代變遷嘅影響。第二個原因呢，第二點呢，就係整體社會嘅固化，令到呢個世代嘅年輕人呢，冇咗個上流嘅機會。縱觀依家香港嘅社會，除咗醫生，仲有邊一個行業可以兼備高收入、職業穩定，又有專業嘅社會地位呢？有資格選擇嘅學生，有幾多個唔會向呢個方向去靠攏呢？而第三點就係社會人口嘅老化，社會對醫療服務整體需求呢不斷嘅增加，政府喺資源嘅投入同埋政策嘅引導上呢，自然都無可避免地傾向於輔助醫學嘅人才發展，包括資助多啲嘅醫科生嘅額度啦，譬如增加第3間嘅醫學院啦，咁樣呢就會令到普羅嘅大眾呢，包括年輕人呢，認定咗從醫
係一個前景可以預期，而且收入相對豐富嘅職業。第四點，我認為呢，就係本身香港大學同埋中文大學兩間醫學院呢嘅惡性競爭，同埋佢哋值得商榷嘅收生準則。兩間醫學院呢都好強調收生準則就係擇優而錄，所以往往呢就互相搶啲成績好嘅學生。但係讀書成績好並唔係代表佢係一個好嘅醫生。而醫學嘅知識呢，係咪真係要科科都攞5星星先至可以應付得到呢？好嘅醫生嘅準則唔應該係以成績高低嚟衡量嘅，仲應該包括有醫者父母心，同埋濟世為懷嘅初心，對病人嘅同理心。如果醫生只係為咗賺錢，醫術再好咁又如何呢？所以如果醫學院能夠將收生嘅準則改為擇心而錄，人心嘅心，係唔係會更加好啲呢？另外兩間醫學院動不動就抌出幾十萬甚至成百萬嘅獎學金去搶狀元啊、榜眼，咁樣現實情況下，學生同埋家長可以唔心動咩？每一年嘅 DSE、IB 放榜期間呢，呢個話題都會引起社會人士嘅討論嘅，有支持嘅，認為冇咩唔妥啊。當然亦都有人認為呢個現象係唔妥嘅。喺呢度呢，我就嘗試好簡單咁樣綜合一啲正反雙方嘅論點啦。首先我哋講下贊成嘅正方嘅論點。佢哋會認為呢個係社會嘅價值、救人嘅使命，係直接回應社會剛性嘅需求。因為香港醫療系統長期都面臨人手短缺啊嘛，咁狀元選擇從醫，能夠從頂尖嘅智力化為實質嘅救人嘅力量，對社會係一個好大嘅貢獻。醫生喺傳統嘅社會中享有好高嘅地位，能夠得到社會高度嘅信任同尊重，所以唔少優秀嘅學生都希望做醫生啦，係理性嘅選擇啦，因為有極高嘅穩定嘅回報啦，同埋係一個流動啦，社會嘅流動啦咁因為你中產或者係基層嘅家庭尖子嚟講，佢做咗醫生之後，佢令到佢社會地位提升，維持家庭嘅經濟穩定嘅可靠嘅途徑啦。同埋亦都有論點認為咁我哋應該尊重自由意志啊嘛，學生係憑自己嘅努力揾到考到好嘅成績，選擇佢最想做嘅嘢啊嘛。我哋唔應該要求個人有好宏觀嘅多元發展嘅承擔個人嘅入職涯嘅代價嗰個。另外就係醫科學習強度好高，學習嘅能力同埋對抗壓力嘅能力要求好高，所以本身就要求學術表現好頂尖嘅人才先至可以入讀嘅。呢啲論點咧就係正方啦，即係贊成嘅。亦都有人擔憂噶嘛，亦都有人反對噶嘛。咁反方嘅論點咧就係社會嘅產業發展同埋人才嘅壟斷有問題啦。因為抑壓咗多元產業嘅發展，所有嘅頂尖人才都去咗醫療單一嘅領域，導致科技啊、金融啊、科研啊、人文藝術啊其他方面，香港就冇咗個競爭力啦。創新動力亦都會唔夠啦，因為醫學工作好大程度上只係臨床規範嘅專業判斷，即係你係唔能夠太多嘅創新，你必須係跟據規定去做啊嘛。咁最頂尖嘅智力都冇辦法流向科研創業或者突破性嘅技術，長遠可能影響到香港創新嘅。另外就社會風氣啦，變咗係功利主義抬頭，批評嘅人認為反映到社會價值觀過於單一，
過度睇重咗穩定啊、高薪啊，冇咗冒險精神。另外就係同儕同埋家庭壓力，部分嘅狀元可能並唔係真係鍾意讀醫嘅噃，而只不過喺學校啊、家長啊、傳媒嘅強烈期待下，順應咗呢個考得好就必須讀醫嘅社會定型，導致咗潛能同埋其他領域被埋沒咗。另外仲有一點就係公共資源效益嘅極限啦，社會培養出全才型嘅尖子，全部都去晒做臨床醫學，未來發揮嘅政策制定啊、跨學科啊、全球商業管理嘅影響力啊，部分人認為呢種係人才資源嘅錯配啦。跟住落嚟，我哋都睇一睇喺社會上一啲知名人士嘅論點。喺呢度我就舉幾位名人啦嚇，叫做佢哋嘅對於呢個狀元讀醫或者係年青人成績好嘅都揀讀醫嘅一啲嘅意見啦。首先我哋睇睇醫學界嘅陳家亮教授，佢本身係前中文大學醫學院院長啊。佢認為讀醫咧就唔係為咗光環，唔係為咗發達。事實上，讀醫係做醫生係極度耗損同理心。尖子要好誠實咁自問佢自己初心係咪咁樣。而科學界嘅徐立之教授，佢理解學生嘅選擇，但係就好憂慮最優秀嘅大佬全部去晒做臨床，會導致香港嘅創科缺乏核心人才。佢呢個就基本上就代表咗頭先所講嘅反方嘅意見啦。而經濟界嘅雷鼎鳴教授，佢認為呢個係市場機制下理性嘅選擇，醫科有高嘅回報，有高嘅保障，係其他行業難以提供嘅。咁雷教授咧就代表咗前邊所講嘅贊成嗰一方面啦。商界嘅施永青先生咧就認為反映社會整體厭惡風險嘅心態，集體追求安全感，但係咁樣係會削弱咗城市突破性嘅創新。而政界嘅葉劉淑儀葉太就認為社會風氣同埋媒體嘅炒作起咗呢個推波助瀾嘅作用。政府其實係需要多元化嘅產業，應該俾其他科系一啲優質嘅出路。好啦，咁到底絕大部分狀元或者成績優異嘅中學畢業生都選擇讀醫，有冇問題呢？針對呢一個問題，我個人亦都有更深入嘅少少講。對於社會嘅發展呢，呢個現象呢係絕對係有問題嘅。就算我哋放眼全世界各地，醫科無可否認都係競爭最激烈嘅產業。但係香港呢種極端嘅偏科呢，都真係絕無僅有。更重要嘅呢，就係僅僅選擇醫科嘅現象嘅問題呢，係唔夠嘅，更加應該睇到佢背後嘅反映嘅問題，同埋衍生出嚟嘅惡性循環。除咗佢會產生呢個人才虹吸嘅作用，將香港嘅讀得書嘅人才全部都集中喺單一嘅行業，影響咗其他行業嘅發展。讀醫、從醫做醫生本身並唔一定係需要頂尖嘅讀書成績，或者中上成績已經可以應付㗎喇。反而科學、科研研究更加需要頂尖學術水準嘅人才。香港呢種成績好就去讀醫嘅價值觀呢，一方面會令到科學科技行業缺乏咗人才而難以發展，而同時亦令到一批成績可能只係中上，但係佢更加有人心嘅學子呢，失去咗從醫服務病人嘅機會。呢個係香港社會嘅人才錯配嘅問題。當然，我哋唔可以將呢個情況講咗係學生選擇上邊嘅問題。
但客觀上嚟講呢，亦都係一個唔健康嘅價值觀，係一種值得社會大眾同埋學生反思嘅現象。相信冇人會認為所有嘅狀元級學生都一致對醫學有興趣，都具備咗做醫生嘅人心，而又有幾多人會相信做醫生就等於係回報社會呢？唔通做其他行業就唔算係回報社會？仲有，你要一個18歲左右嘅年輕人，佢真係每一個都清楚自己想做咩嗎？佢真係可以為自己一生職業做出明智清晰嘅決定，定係佢只係因為夠分而作出一個符合社會嘅認同、家長老師又讚賞、朋輩又羨慕嘅選擇呢？咁如果係咁樣，我相信我哋嘅社會呢，會有好多係被醫生呢個行業誤咗嘅優秀嘅物理學家、數學家、教育家、藝術家、工程師啊、經濟學家、政治家等等等等。而要改善呢個現象呢，我覺得首先醫學院呢要改變佢擇優而錄、搶人才嘅做法。除咗成績要能夠反映佢能夠有能力應付讀醫同埋從醫做醫生嘅學習能力之外呢，學生本身佢嘅性格同埋佢嘅品行呢，具唔具備從醫嘅條件呢，亦都必須佔收生要去考量嘅重要部分。其實仿效呢個美國加拿大全面改為第二學位方式開設呢個醫科學位呢，應該係會比較適合。等佢哋成熟啲嘅時候先嚟作出選擇。另外呢，政府亦都可以從政策引導市民嘅大眾嘅價值觀啦，例如打破醫學界嘅行業保護主義，令到更多嘅人有更多嘅路徑可以加入香港嘅醫生行業，打破醫生喺社會嘅階級藩籬，拉近同社會一般專業嘅距離，唔再係社會高高在上嘅固化階級。仲有就係政府同埋大學有更多嘅政策，包括公平嘅獎學金去鼓勵優秀嘅學生選擇其他學科，或者社會發展上需要人才嘅學科。我好相信，當醫科或者醫生佢平民化咗、平凡化咗，仲會有幾多狀元會選擇讀醫科呢？到咗嗰個時候，社會就會相信選擇醫科嘅狀元唔係因為功利主義嘅選擇，就可以相信佢哋嗰啲千篇一律嘅讀醫嘅理由。好多謝大家，我哋下一期再講講其他新嘅 topic啊！